在個數位化時代，民眾已經習慣用手指頭在個螢幕頂端來傳信息，漸漸袂記這文字背後迄份來自用手寫的溫暖。台南市政府秘書處為了歡迎民眾對着用手寫文字的藝術，邀請着台灣硬筆書法協會在個明治1樓大廳來舉辦手寫的溫度文字藝術甲着實用的展覽。這次我們展覽是屬於硬筆書法哈，這是一個比較特殊。你說特殊，其實它是我們生活上的一個常用的一個工具。那我們這次的展覽呢，最主要是展硬筆書法，就是手寫的溫度哈，因為我們的文字真的是都具有溫度。好，你可以想象冷啦、熱啦，你在想象這些形容詞的時候，你就發現你真的身體就跟得起的變化。那我們希望透過一檔這樣的一個實用的藝術的展覽、書寫的展覽，來喚醒大家對文字跟筆尖上的一個感覺哈。就有這樣的一檔展覽，把我們日常生活就用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文字的東西來做呈現。那這次的展覽的作品是我們這幾年來一直呈現的，在一展杯台南市一展杯也好，還有是我們全國大賽也好的一個作品。那我發現其實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非常熱愛這樣的一個書寫，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個寫這個一部分而已，它的實用性相當的多。它的實用性在我們这次展覽的實用性上，就是在講的，因為它是我們認定真的是最價值最高CP 值最好的一個部分。為什麼？你只要一支筆一張紙，你就可以在隨時隨地去做這樣的一個書寫，而且有一個心靈療癒的一個功能這屆展覽的作品攏是近年來舉辦全國硬筆書法的得者，總共38位優勝的作品以外，同時還佫邀請5位硬筆書法的名家作品來參展。展出的內容唔僅呈現硬筆書法的線條之水，佮着結構的嚴謹，更加互觀賞者會用感受到書寫者面對生活時的溫柔佮着堅定。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